來最近有不少的民眾來指控，講食醫師所開的藥啊，結果互警方當作是食毒賽車騎車的罪犯，迄種的感覺真歹。刑事局早起臨時開記者會，提醒民眾，講其實藥駕危險的程度，袂輸酒駕甲毒駕。奧多麥佇下底順順地騎，說來雄雄有人出現。沒有在看的哦。你完全沒有在看的，你知道嗎？其實話較真大聲，因為有一個查甫人已經被伊弄倒在地，警方一日到現場了，起訴被要求毒品的快篩，結果有陽性反應。起訴寫文章控訴講伊無食毒品，驗出陽性了，被要求袂當去便所，因為愛進一步的驗尿。律師證明幾工前嘛捌發生過。好像騎車有點晃了。原因即個伊騎車怪怪，用喙獺快篩結果嘛是大麻陽性，不過伊講伊無食毒品。是回去問醫生說，我用的藥裡面有沒有可能會造成測出來會是大麻陽性的部分？他是說有這個可能。最近有不少鄉親控訴講，互警方當作毒駕罪犯，不過其實食藥上路危險程度袂輸酒駕甲毒駕。他在醫囑的部分都有釋明這個服用此藥物可能會引發嗜睡、視覺模糊啊，應避免開車、操作機械等警覺性工作。然後食愛困藥等等的藥物，只有放鬆的作用，有可能影響到駕駛的判斷能力。好，先生，你現在開始進行直線測試，請配合辦理。若是酒測快篩陽性者，原件可以進行直線平行的測試，要求為驗科啊，確認駕駛的精神狀況。服用藥物其實也是符合公共危險罪的樣態之一相關的藥性啊都有可能會引發嗜睡，會直接影響到你的駕駛行為不過目前新款藥啊屬於危險駕駛的類別，敢若無明確的規範，是講若食藥啊上路依然有危險性存在，若無適宜強姦的犯法，嘛有可能會發生意外。